拄则我伫听赛斯的演讲，其实进前有听过啊，毋过就是好处听这生心灵的好处，就是讲，若听过，但是搁听一摆，因为，会为着讲，我最近有无共款的经验，都有无共款的感想，所以会当一直听，感觉袂歹。伊即摆我听着就是讲，你的人生发生的代志是你的信念去创造的，但是第一点就是讲，因为咱的信念可能定定都拄着讲较歹的代志，因为较歹的代志就一直会伫咱的头壳内底嘛。若讲拢无烦无恼，可能你就袂想讲我伫受啥物代志，因为无烦恼嘛。所以讲，咱定定讲拄着的代志、困扰的代志就一直讲足明显伫遐。即个时阵，咱爱安怎？咱爱先甲伊共坐斗阵，去接受即个代志。就亲像讲，我若今仔讲学台语，其实学台语我是较成功，但是讲写小说这我可能就较无法度，就困伫内底。就我两个拢来鼓励话，写小说我就是爱接受讲，其实即摆人可能较无介意看我写的小说。这我着爱去接受即种状况。当然我嘛是会感觉讲，怎会安尼足失望的，拢会有拢有一种感觉嘛。这感觉一定会伫，因为我是讲足注重这个物件，要注重小说。若讲我今仔英文无好，共款是讲，英文无好，但是我着较袂讲有困扰。逐工头壳咧想讲，我哪会英文无好？因为我无注重可能拄仔好毋免用身躯边的人嘛毋免讲英文若是讲我要去找换新的头路，可能就会较想讲，奇怪，哪会英文无好？迄个时阵就变较重要。但是即马就是，以写小说、搭小说这件代志来讲，我就是，进前拢无伫写小说，我就无要无紧嘛，就无小说这个作品，有人看无人看，就无小说哪有去想讲有人看无人看。即马是因为讲开始写，搁写了就想要有人看，想要分享互搁较侪人，搁较侪人看看有感动着无就是讲有入去内底剧情就是斗阵去看嘛，袂讲我一个人写嘛，无人去看。所以讲，即个阶段的时阵，写煞以后，就开始想要，有人看。我就较注重，就时机到因为我愈注重，伊就变较愈重要。但是咧，就无法度实现。这就变讲，即个时阵我要安怎咧？其实我就是爱接受即件代志。接受，我想讲，我其实无接受即个代志。我想讲，我开遐济时间而且若讲我有啥物专长，我就是真够写物件。我嘛感觉我写较袂歹虽然讲无比讲会当搁写剧本，搁去拍戏无就是讲会写小说好甲会当搁去啥物琅琊榜
步步惊心啊，可能无遐厚，但是我嘛想讲，我嘛无歹甲讲，拢无啥物人爱看，我就是毋愿，我无法度去接受即件代志，但是即件代志就发生啊，所以我就有一寡，一寡心情就走出来。我这心情走出来以后，我应该爱安怎做？其实我就是去接受我有即种心情，去家感受，而且呢，我会使莫讲一直去找讲为何即个人，即个网友，迄个网友，哪会无欣赏我写的文章？奇怪，即马人哪会拢不爱看小说，遐写侪字嘛不爱看，敢若要看别人搬好，别人演的戏。我是知影是真好看，我家己嘛爱看，但是嘛，互我这写文字的人有一个机会，我就开始我的目标拢是去别人啦，拢是这院看内底4可怜仔的人，拢是甲伊怨叹。我无转来我的内心，我的内心变讲，就会着外口的代志啊，外口的一个按一个赞啊，啊无就是写讲这伤长啊，不爱看。即种外景的物件，我就会受着影响，就足激动的，就是会替影响着。这就是因为我的内心伤细，而且我嘛无好好甲伊关心，我就像讲演讲讲的，就是讲若讲出来熄火的时阵，是要去拍火，还是讲要去掠放火的人？其实网友可能无爱看，还是讲伊就会写一寡我无介意看的文字啊，讲啥物伤长啊，安怎有诶无诶，变讲这就是放火的人，但是上重要是讲，熄火这件代志，熄火其实就是我的内心，我的内心就是无法度接受，就定定受着刺激，定定头壳内底就愈想愈济。讲哪会安尼啦？哪会讲去台拢无人爱看啦？我就算去中国的平台，嘛无一定有人要看，而且我佫无法度铺文嘛，因为因会检查嘛。我写的小说是无法度通过检查，我就会去想足济，讲为虾米20当前？我凊彩写就遮济人爱看。遮济人有感受，阁会讲好话，哪会即马差遐济啦？我感觉我写甲比20当前阁较好啊，无遐幼稚啊。就算我甲20当前迄足济人爱看的小说，家打出来嘛共款无人要看，哪会安尼？我就头壳内底一直想，变讲我无法度甲我内心，阿宝。